讲到蔡政府推动转型正义，行政院长指示1个月内要筹备设立军中转型正义教育外部专家咨询小组。不过，国防部嘛强调，目前营区252间，有采酒介石、酒经国的动向，是因为尊重历史，唔是崇拜威权，所以未拆掉。 国军营区抓看的蒋公当上，外界多年来有拆除的讨论，国防部几摆表达反对。蔡政府任期最后加速推动转型正义，行政院长指示国防部推动军中转型正义教育，1个月内完成筹设军中转型正义教育外部专家咨询小组。国防部目前当接合者，因过为了护蒋红线营区252个两蒋缩位上，会全部用维持现址保存的方法无拆除。我们尊重国防部。国防部表示，两蒋缩位上基于饮水思源，尊重历史，并不是作为威权崇拜。 这是部队对史的一部分，我一摆表示反对立场。但这次也是已经解散的促转会，过去就想要进入营区，要求国军配合做车，几下摆搏命，互军方强烈阻挡。今嘛不担任中山会主委的高立雄，会接任国防部长，军方护长立场一定会受到挑战。 这个新的部长上任，那大家就是也需要一些时间来熟悉，然后沟通跟磨合。那我们大家就是会一起继续的来努力这样。我们尊重国军的独特性，未来军中改革有很多工作要做，不会只有转型正义这一题，强化国军力量才是最重要的方向。叶红玲期待郭立雄会当为军中转型正义带来更加侪对话。另外，军中现存有偌侪不羁遗址。 军方透露，目前立管包括新北市后备指挥部、海军司令部营区、中正等等5个。文化部已经订定不宜遗址保存条例草案，一旦立法通过，国防部表示会依法配合就军中不宜遗址的标示甲说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